全国中小学班班有冷气的政策正式启用，台南市长会特透过线顶的视讯方式，甲行政院长苏贞昌，也有教育部长潘文忠做伙来共步启动。市长非常的感谢行政院、教育部，也有经济部的大力支持，让台南市会当有更有效率的来落实政策。同时嘛，感谢教育局的同事，也有各学校的人员共同努力，让政策会当如期如期来执行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全国同步启动的这个班班有冷气，非常感谢行政院苏院长，还有教育部、经济部的长官，能够让我们有这个经费来这个做好这个班班有冷气。要感谢教育局的同仁，大家将士用命，让我们能够这个如期如职的完成。那现在开始，像今天这么热，那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学习，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舒适的环境的话，他们讲学习是事倍功半。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冷气的建制，让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学习，也提升学习效率，家长也更放心。但是我们也要做好防疫哦，特别尤其我们小朋友都没有打过疫苗，我们希望能做好防疫，希望大家班班有冷气，学习没烦恼。谢谢。台南市教育局指出，只要室外的温度达到28度，或者是外口的声音伤吵，还是讲空气品质伤歹的话，就拢会当开冷气来，让学生佮老师的上课效率会当提升。另外，嘛共步来推动校园的能源管理系统 EMS， 除了会当管理学校用电，嘛会当让学生会当透过面板，随时会当看到学校太阳能发电，还是讲用电的资讯，落实绿色能源的教育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